仔南韩济州航空涉回轮机空难是造成179个人死亡，当中174个罹难者的身份即马拢已经确认。目前相关单位正在调查失事的原因。调查过程中嘛，发现这架飞轮机伫出代志进前的48点钟内，竟然是飞13逝，中午休困的时间上底是连半点钟都无。即马互人批评讲，安尼保养、清洁、加油，才会停事，敢袂伤赶，敢做有就治。济州航空偏航742216班机，伫转入南道武安国际机场失事，代志发生后第2天，南韩航空甲铁路事故调查委员会11个官员会同美国联邦航空总署、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，抑个波音公司8个专家勘察失事的现场。任务完成了后，调查会进入物证分析的阶段，包括飞机2个乌凹的数据。国土交通部部长31伫机场向罹难者家属宣布，179个罹难者已经有174个人完成身份确认，年纪上侪会是80岁，上细汉的敢若3岁。现场一个捌伫2014年参加沉船4月号打落的资深消防员，真痛心的表示，除了真恐怖以外，无其他方式会当形容。一寡受损严重的尸体无法度借由镜头仔痕辨认，敢会当用 DNA 比对身份。 지금 이제 죄송하지만 5분은 아직까지 확인이 안 되신 분들이 계세요. 그분들은 좀 더 정밀한 검사를 해야 나온답니다. 그게 뭐 여러 가지 사유가 있다고 그러는데 어쨌든 아까 오늘까 지금까지 확인이 안 된 5분에 대해서는 최대한 빨리 해서 금일 중에 확인이 되도록 노력을 하겠습니다. 另外一方面，国土交通部宣布原定停止到1月初1的武安机场跑道，会延长停止到1月初7。济州航空伊的飞行班表也有维修保养记录，嘛引起外界的关心。记录显示，进前1礼拜，742216班机飞38座航班，意外发生前48点钟飞13座航线。失事前1天飞马来西亚、日本、台湾、泰国4个国家，中午拢无明显休困的时间。进前搁捌伫28分，官方规定上少限度保养维修时间起飞离境。30济州航空一台早起6点37分，为首尔金浦机场起飞，一定要飞去济州的波音737-800型客机，起飞差不多20分钟后，发现起落架故障，紧急飞倒转来，尾也搁换同型的飞机继续执行航程。不过机上161个乘客，有21个人选择放弃登机。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。